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巴拉圭这回总统大选的结果，牵连甲台湾的邦交关系。有台执政党候选人帕尼亚当选，咱台湾的大使已经代表总统甲恭喜。学者分析，虽然帕尼亚有答应甲台湾保持邦交，不过伊嘛无讲未来都袂甲中国直接甚至是建交，所以台湾甲巴拉圭的关系敢会改变，也袂当伤可惜。支持者人机也真欢喜，巴拉圭友台派的执政党总统候选人潘尼亚得到超过4成的选票当选。La división ha hecho que no podamos llegar al objetivo de poder producir el cambio que la mayoría de los paraguayos nos están solicitando. 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嘛恭贺潘尼亚当选，外交部讲会继续甲新政府加深合作交流。总统，巴拉圭执政党获胜，邦交是不是稳固了？我国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已在第一时间代表蔡总统及赖副总统向巴国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致贺。不过选战过程，巴拉圭国内一直有要甲中国结交的气氛。虽然潘尼亚答应会维持甲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也是保留甲中国进一步发展经贸空间。学者分析，准讲新政府想要甲中国加强接触，甚至建交，决定权也是伫中国手头。台湾必须甲新政府就新合作甲援助进行磋商，台巴关系也是袂使无注意。要挖不挖完全就是中国要在点头。他即便要帮他也是很有限，尽可能的在那个资质上面的这个施压力这样子。这个因为新政府上来，我们肯定必须要想一个办法再去加码，这个援助，跟这个比如说投资，巴拉圭预定8月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传出副总统赖清德要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趁机会过境美国。不过副方甲外交部拢无证实，敢若表示若有接到邀请，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